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来看台中市丰原传出一家伙5个人死亡的命案，一对姓王的翁仔某甲亲人真久无联络。警方接到报案，发现讲手机的定位是伫拆街，佮甲里长去找人。一对翁仔某甲3个已经成年的后生查囝，拢死伫厝里。警方表示讲，现场是无烧拍，应该嘛无外力的介入，现场是有遗书哦。当地里长表示讲，因这家伙是租厝伫遮，平常时拢真正常，也毋过厝主是咧卖军警用品。警方嘛表示讲，有亲人讲最近是有收到厝主想袂开的消息，可能是受到诈骗、财务出问题，行地路。检察官伫今仔早起嘛去验遗体。再看桃园市观音区的中油关塘天然气接收站，昨暗头发生公安的事故，有厂水员伫水底工作，向昏去，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嘛救无回来哦。初步认为有可能是设备进水。今仔早起，职业安全署嘛去现场调查。救护车紧急驶入工区，中油桃园关塘三接，初日尾嘛传出公安意外。34岁姓李的查某人进行水下摄影作业的时阵，冲落去了后，伫水内超过5分钟无起来，岸顶的同事叫嘛无应，赶紧甲救起来，毋过已经无喘气心跳。经过医救送医了后，也是救无回来。患者头部前额有3公分撕裂伤，身体无明显其他外伤。救人员到达现场，接手实施 CPR 以及施打骨针、上卢卡时后，送新屋布利桃园医院抢救。事故发生迄当时，姓李查某人准备针对外沿报环新建工程畅水入去进行消波地相关摄影作业，煞不幸毒死。针对这件公安意外，中油公司表示遗憾，已经组成调查小组进行事故的检讨，也讲未影响三接工作的排程甲进度。当下也要求承揽商要停止相关作业，也督促这个厂商要从优从宽，尽快跟这个当事人的家属来谈后续的一个协助事宜。初步判断可能就是潜水设备的面罩那有一个接头脱落了，造成进水，然后因此造成这位潜水的劳工呢不幸溺毙。这件公安意外初步判断，好亲像设备入水造成的，详细事故的原因也有待进一步调查清楚。既然署表示，已经通知畅水作业的部分工程停工，后续的检查确认原因，会依照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裁罚。告诉相关会互人罚30万以下，因为这件公安意外是中油三接工程工节承揽商第2届公安事件，会互人罚事业单位营造公司相关15万的罚款。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昨午有民众伫高雄新泰园区站附近坐公车，发现讲有这公车驾驶拿塞车拿用手机看戏，民众甲翕落来放伫网络顶头，佮指控讲这驾驶已经毋是头一届安尼做咯。客运公司嘛表示讲，这驾驶已经违规，会处罚，嘛会再教育训练。初日暗时10点外，高雄的民众坐这班公车，无偌久发现有古怪，公车运将伫美大标顶面放一支当咧放戏剧的手机民众佮发现司机停红灯的时，疑似咧看剧，目睭佮降落去大约40秒。太危险了吧？因为你会分心，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车况嘛。在于执勤当中是绝对不允许拿手机起来使用，除非你有特殊的情况需要回报给公司，还是说你有发生肇事案件需要报警的部分的话，才可以使用到手机。民众质疑这是危害到安全，指控这位运将毋是第一届看剧，甲影片发布伫社群。客运公司回应讲，运将的行为已经违规，因为公司明确规定，除了特殊的情形，司机是禁止伫赛车时用通讯产品。就是可能他会当下会分析，所以导致他可能会过站，不然就是有客人要在招手，他可能刚好在看剧就会过站，不然就是没看到车要转过来就刚好车祸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他要上班的时候手机收起来啊，叫他收起来啊，公司收啊。加强这个驾驶长教育训练以外，我们依照市区客运的亏损补贴的作业规定惩处，那另外纳入服务品质评鉴去做扣分。客运公司对行车记录器检判司机时停红灯的时看剧，已经违反规定。虽然到这8个月，伊平常时是无啥问题，过去也无妨申诉，亲像这款的行为，但是这届会约谈并且佮教育，也靠伊的年尾奖金处罚。交通局也针对客运公司进行处罚甲扣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高雄有民众反映讲，车路顶头一寡减塑塑胶珠啊是真危险，有诶粗劣，有诶上底盘。交通局最近就伫大庇湖来试办一款较看面的减塑袋哦，那试办的效果袂歹，未来考虑扩大办理。 看到路边破悬的标志，汽车来到规拢的速度放慢，豆豆经过减速台，因为有民众反映旧式的减速珠会插靠骨，而且伤悬上底盘。交通局选定大庇湖先来试办这款新式的减速台，目前有10搭，有赛车民众感觉这个设计袂歹，因为它跳动没有很明显，但是有一个吓阻的作用，说它会看到以后会慢慢的减速。 咱实际提车出来量，这边无挂人行道的面跨5公尺，上悬的所在大约有15公分。另外，迄边有甲人行道做伙，面跨超过5公尺半。因为要互用路人行，所以悬度有较低。交通局讲，英国地方公所拢会家己伫巷仔口做减速珠啊。不过因为载积甲规价关系，接互民众嫌。这摆来试验新式的做法，若是效果好，未来考虑扩大推送。依规范示范了10处的 AC 减速平台，那结构以路面一体。 稳定耐用，那兼具安全与舒适。那后续我们也会将在澄清湖园区示范的成效，演绎扩大设置，那系统性的提升整个市区。 虽然民众感觉减速台设计袂歹，不过也认为会使阁观察使用的效果。7月开始，大庇湖到国市府代管，可能是全面免费，阁加上休热，游客袂少。民众嘛反映，新围奥多摆停车格只有距60公分宽，上下好停车。对此交通局表示，原则上跨度是伫80到100公分之间，后续因会看使用的情形来做调整。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郭永昌报道。 7月2日大罢免特别投票，那里拢开始动员。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今仔是去花莲，替测试要举办的罢团大示警来做势。国民党嘛做青年战队，要来加强网络宣传。面对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吴富庭，第一个名册是用本色来形容罢团，罢团嘛呼吁民众都爱出来登同意票。 我今天特别穿的像垃圾袋呢，就是要来立法院收垃圾。听讲用本色都爱造型，表达对选区立委的不满。罢免国民党立委吴富庭的团体淘汰吴麻，指控吴富庭伫私人的面册发文用本色甲形容，佮甲因理。不过吴富庭回应讲，公共议题讨论爱建立的真实，会透过选举公报来镇压纠纷。我想他是要去引导说，他私人的东西怎么可以被公开？既然那些都是你的朋友。 为什么你的朋友会选择把它公开？我们这个罢免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宣称他们的罢免理由千真万确。那你的数字基础是什么？你的事实根据是什么？收到选举公报的时候，多花一点点时间，认真的看一看答辩书，因为这一份答辩书不只是答辩，也是打脸。我们会拆穿所有的谣言。为了反制罢免，国民党青年团也动员起来，收备电队，那全台湾支援街头热战，搁要用低影音社群宣传伫控制车边。原来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1个月来访问花莲世界，也替基登港的罢免团体大调警，先来赞声。我们贴文主题叫赖清德干净吗？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每天在台上说的赖，我们会努力的把这些谎言通通给揭穿。民进党一直以来就是做公民的后盾啊，在第3阶段与公民同行。有预估说这次可以发比较执行吗？我想公民运动我们必须要尊重啊，我们不做预测，也不做这个立场。7月2日第一波那为罢免投票是春无20天，国民团体发起的护国大调警会对花莲出发，顺时钟是台湾。针对总统赖清德下令支持罢免，林佑昌强调会全力协助罢免团体。因那花莲的那赢是透过大型的关门宣讲，来勾引的选票全力反罢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案，今仔提醒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佮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人，违建集团的申请金额因为所断于请假，即届嘛佮团前台北市都委会技术蔡立瑞来做证人。另外，台北市前副市长裴金星的太太自杀，网络出现恐吓法官甲检察官的言论，北检佮法务部佮司法部拢发声明谴责，警方嘛已经展开侦办咯。由法警介护对警民车落来时，在案的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今仔日搁被提审，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也同款出庭。台北地院排3号专工审理金华城案件。本来提审的被告也有违建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因故伊高层请假，伫咧病做治疗，交予律师发言。
这边规定检方声明证人，经台北市都委会技术转入内，验估伊供词是前后无共款，甚至讲应小比只个那关心开会时间，无关心都委会幕僚小组的意见。如果讲迄当阵有真侪人关心，卖涉啊遐尼直接，当检察官讲问讲，会建议检化些案件调向原离 TOD 案件方向来检视，是毋是则依法有据？验估律师质疑出入内迄当阵并毋是承办人，检方头度观点提出异议。案件抑搁伫咧审理所发生，前台北市副市长平正先牵手意外死亡的消息。即马网络顶有恐吓的言论，跟检察官抑搁法官的名、相片，叫因提名来行销。任何以暴力恐吓、散布仇恨言论等行为，意图影响甲官依法办案的行为，不仅是对甲官的人身威胁，也是对司法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挑衅。任意公布系属中个案承审法官的个人影像，并搭配恫吓、辱骂文字的行为，不但应该承担民刑事责任，也容易引发舆论猎污，对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审判中立构成实质的威胁。自北检法务部检察官协会一直到司法局，拢发声明严正谴责，已经交予警方调查，即马已经锁定发文者 IP 继续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总统大清电伫团结国家第4讲指出讲，在野党冻结台江国防预算，影响国际视听。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昨暗出席美国249周年独立纪念日庆祝酒会时，致辞就强调讲，伊毋望台湾朝野的政党会当来支持国防预算。那边今仔嘛回应表示讲，因一向拢有支持国防预算，批评赖总统生话。美国在台协会初日暗举办美国249周年独立纪念日的庆祝酒会，主题结合棒球。AIT 处长郭立言致辞的时阵强调讲，美国赢，台湾嘛赢，美国袂放弃对台湾长期的立场。另外，郭立言嘛表达对台湾国防预算的关注。As Taiwan continues to work towards increasing defense spending beyond 3% of GDP this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investments, both in traditional military deterrence and societal resilience. And just as spending for Taiwan's defense has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in the U.S. Congress, I fully expect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devote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maintain peace. 郭立言希望台湾朝野政党会当支持国防预算。不过，总统也强调，中日在咧团结国家第4讲，讲到在野冻结甲台国防预算，影响咱国际上的名声，是引起南北反弹。国民党批评这不是事实，指控赖总统黑白喊。民众党团总召集人吴国昌强调讲，绝对支持国防预算。浅见国造一次8艘，你总要第1艘海测成功了以后，剩下的一半再解冻啊。结果民进党政府竟然拿他们自家立委赞成删除的，他们自家国防部部长同意冻结的，现在以团结为名啊，来对在野党发动攻击啊！整体的国防预算提高，朱立伦主席他也已经公开说了，提升到3.5%，也是国民党这边可以来支持的。他们只会口口声声喊爱台湾，但实际上的行为，我认为跟他们所说的真的差别太大。台湾持续提升国防战略，各座舰舰海军号初3展开第3届普航的测试，请真侪民众来港口看。不过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却是有渔船违规走入来管制区。很期待，就是说，拐11这一艘可以顺利的完成测试，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捍卫海疆的这个行列。海军号要拼完成普航的测试，投入后一个阶段潜水的潜航。不过专家观察，海军号这个出海测试要是无启动主机，在测试的过程中一路用电池来推进，不是不可能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到电池电力耗尽的时候呢怎么办专家讲，各国柴油舰舰运作的时阵，普航会甲主机开开，甲目的地充电。希望待阵后一届测试，海军号会当启动主机，消除外界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因应美国关税冲击行政院已经实施6档的投资台湾3大方案，今仔推出2.0的版本。方案要延长3档到2027年，嘛有新的措施来鼓励台商甲外商来台湾投资。聚焦的产业除了5+2创业创新、产业创新和6大核心战略产业之外，也加上5大信赖产业、大健康产业以及服务业等等。在调整产业的转型方面，持续推动节能转型之外，更加强推动企业导入 AI 转型。
行政院推出投资台湾2.0的方案，本地只针对伫中国的台商。新的方案是扩大到全球的海外台商、佮外商投资的企业。银行贷款的金额本地是3600亿哦，即马要增加到7200亿。投资台湾2.0的方案拍算3档内，会当来吸引企业对台湾投资1.2兆，创造8万的就业机会，嘛推动企业家己 AI 的技术来升级转型，提升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电路板的龙头东山精密宣布以新台币240亿要收购新竹科学园区光通信场索尔斯。外界是认为这可能有国安的疑虑哦。索尔斯有目前上热门的矽光子的技术，佮有3纳米先进晶片的设计能力哦，恐惊技术会外流到中国。也毋过经济部是强调讲，因会严格来审查这收购案。上班时间大门关咧，无人出入。伫新竹科学园区老牌子的光通信厂索尔斯，已经有29年的历史，有现出是上届时行的矽光子技术。即马中国印刷电路板上大间的公司东山精密发广告，要以人民票59亿3500万，差不多台票240亿，并购索尔斯。其实它的传输效能是远比电信来得好的非常的多，而随着人工智慧市场的快速的起飞，除了追求算力之外，传输效能的要求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方向。中资可能是透过收购台资的企业，然后来取得关键技术。科技界人士反对讲，这会有国安的疑虑，因为索尔斯的高速传输网络晶片，就是伫新竹科学园区设计。而且落单后台积电投入生产5纳米的晶片，甚至是3纳米的晶片，用伫 1.6T 的高速传输晶片，技术已经达到国防的顶级。今麦经济部要来调查。我们还没有收到这家公司的这个投资计划变更的这个申请，提出这个投资计划变更的申请的话，当然我们绝对会严审。那如果有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或经济发展之余的话，最严重就是要废止公司的这个投资许可。根据了解，索尔斯捌伫2016年甲2021年2届转手部分的股权，收购的企业拢有中资的背景。这个交易无向经济部提出申请，引起争议，产业界嘛持续关注。加入这一家公司的股权，然后一面要他转个弯下单给台积电，从而避开从美国跟台湾这边有的一些管制啊。那我在想，你就把它查清楚嘛哈，有漏洞就把它补起来。索尔斯新竹公司伫10个进前是暂时无回应，不过美中科技的竞争真激烈，安怎防止产业离开、甲技术保调的，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甲越南达成贸易协议，美国针对越南部分出口的产品要扣20%的关税，但是转运货物的税率是要扣40%哦。有越南的媒体就指出讲，美国是在缩减甲越南的贸易差，来打击中国商品生产地。美国对顶关税宽限期伫要到啊！美国总统川普初日宣布，北京甲越南达成贸易协议，未来越南出口去美国的商品爱付20%的关税，不过若是转运货物爱付40%的关税。他不希望你用在这边组装出去的，这不行啦。相关企业都有智慧能力去做这个应变。越南当地媒体报道，美国是越南上大出口市场。以2022年来看，越南对美国出口金额达到1095亿美金，占总出口的29.5%。中国是越南上大的进口来源国。2023年，越南甲中国双边贸易挖近1720亿美金，超过美国的1238.6亿美金。越南媒体是讲，协议内容主要是要趁即届解决中国商品通过越南转运减关税。美外贸易协议消息公布，激励做一股包括内页 KY、志工 KY、玉石 KY， 其他股票拢起停。现在台商在越南面对最大的风险，有可能是资产减损的风险。到最后，大家觉得在越南生产就是要付这么高的关税，而决定要离开越南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的出来。好，那你如果动作慢的话，你的这些资产还不见得可以卖得掉。学者认为，未来越南当地经济发展可能会因为关税造成冲击。万一当地厂商因为扣40%的关税，造成规定刷走，安尼越南货币可能就会大落。呼吁咱台湾厂商一定要谨慎评估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战争各会拍，有美国官员表示讲，由美军
飞弹的库存存无济咯，所以暂时来停止提供乌克兰部分的武器，这是互乌克兰真烦恼哦。另外，最近波兰嘛拍算要加强军备，已经向南韩要买180台 K2 的战车，车里嘛已经完成第2轮的出口谈判咯。任何因地交付武器的进行，敢若会鼓励侵略者继续战争甲恐怖攻击，毋是寻求和平。这是乌克兰外交部发出上新的警告。迄天，乌克兰南部的城市黑熊一间病院去予罗西亚攻击，有医护人员受伤。白宫侧翼表示，已经停止向乌克兰提供部分的武器。副新闻秘书凯利讲，安尼做是甲美国的利益放伫上头前的决定。一个驻基辅的美国外交官，车日受到邀请去外交部进行会談。На робочих рівнях між Україною та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з'ясовують всі деталі по постачанню оборонної підтримки. 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减少军火运送的消息是表示欢迎，对赶紧结束冲突有帮助。罗西亚乌克兰战争拍3年外，川普第2个任期开始了后，就无批准对乌克兰新的军援计划。进前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是前总统拜登的时期答应的。乌克兰现此时上届需要用来拦截罗西亚无人机甲飞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最近这几天已经有开始较慢送到位。罗西亚从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几百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地区川普政府内底有一寡人对美国军火库存伤少，感觉真烦恼。另外，乌克兰的情报显示，北韩按算7月或者是8月，会阁派差不多25000至3万的士兵去罗西亚。另外一方面，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后，附近的国家波兰前线的压力大大增加。进前南韩答应会当短期内交付几百台 K2 主战车予因，车日嘛完成第2轮出口的谈判。Umowa będzie dotyczyła 180 czołgów, 80 pojazdów towarzyszących. 波兰为着强化国防，启动大规模军备现代化的计划，强调快速部署、高机动性甲先进火力。南韩甲波兰按算会另外举行正式签约的仪式，两国政府高阶官员拢会出席。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常常讲一寡反犹太言论的美国浪子的歌手肯伊·威斯特，伫5月初发表一条希特勒万岁的歌哦，歌词拢在学了纳粹主义，有真侪平台拢禁播。澳洲的内政部宣布讲要取消伊的签证。澳洲的内政部长嘛表示讲，无欢迎宣传种族仇恨言论的人。澳洲内政部长伯克昨日伫咧接受澳洲广播电视台专访时阵证实，美国歌手肯伊·威斯特因为一条赞扬希特勒的歌，和澳洲取消签证。The law draws a stricter line when you think of what the purpose of the visa is. So most of the visas that have been cancelled under this section have been where someone was seeking to make a public speech, public advocacy. The only one that I can think of where it wasn't for public advocacy, the visa, but we cancelled anyway. And that'd be Kanye West. 肯伊·威斯特3年前甲澳洲建筑师森索迪结婚了，就拢住伫咧墨尔本。伊5月初被发行的 MV 歌曲《希特勒万岁》内面有一阵人满动物的皮毛，大声喊希特勒万岁画面。这条歌上架无够一天就创几落百万的浏览数，也不因为歌词内容去合着反犹太，引起批评。这么主要的音乐串流平台拢已经禁播这首歌。肯伊·威斯特以前就捌几落遍发文宣扬纳粹主义，这件代志探烧到负责移民事务的澳洲内政部，是不是应该禁止肯伊·威斯特入境的争议？ It wasn't a visa even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ncert. It was a lower level, and the officials still looked at the law and said, "You're going to have a song and promote that sort of Nazism? We don't need that in Australia." 对有人质疑澳洲内政部侵害个人的言论自由，伯克安尼回应。For Australian citizens, yeah, you've got full freedom of speech, but we have enough problems in this country already without deliberately importing bigotry. 澳洲内政部也捌伫咧2024年拒绝合法签证和批评犹太人的美国保守派幕后欧文斯，因那肯伊·威斯特伫2022年就捌因为伊的歌赞扬纳粹、加反犹太言论，和运动品牌阿迪达停止甲伊的合作关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这几档儿童虐待事件常常发生，立法院定的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行政院版本要全面来推动托育的监管权，也毋过互教保人员是真不满。今仔早起，教保团体嘛开记者会，提出4大诉求，呼吁政府要爱听第一线基层的声音。
今天老师们来上班，不是要被监控的。我想监视这件事情，它是要针对真正的犯人，而不是来从事这个幼教工作的所有的老师们。难道今天政府不会担心托婴中心没有老师吗？教保团体认为讲，监视器哦，无应该造成惊吓。因嘛呼吁讲，应该透过教育来甲家长建立互信对话机制，嘛成立在职的进修网络，来增加托育人员辅导甲支持的机制。再来看核三厂停放的公投案哦，8月23特别投票，今仔有真侪长期关心核电的屏东人甲团体哦，拢站出来发声，因反对核三厂停放，嘛谴责南北在野党操弄公投，拢无会顾屏东的安全。反对蓝白恶斗，屏东不再牺牲。发出口号，真侪位长期伫屏东生活的居民做伙。因批评南北在野党5月20日伫法院通过核三厂停放公投案，完全无评估甲讨论，无顾地方安全，搁害屏东甲全国其他县市对立。现场有当地居民念诗表达不满。恒春的核电已经40年了哦，迄平安吼是众神来保庇。即马风云又搁起，讲要搁延20年啦，安尼你听了敢袂无生气？河山的长址是建立在所谓的地震的断层带上。2011年的福岛核灾不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眼前吗？咱袂使把降负担风险的物件放伫咱屏东，咱希望伫咱政府的能源政策，咱多元再生的能源会使持续来行。当地居民表示，40年来，地方民众生活伫危险甲惊吓当中。根据记录，核三厂发生过2摆2级核子事件，14摆1级事件。今年3月，阁发生火灾。一旦不幸发生核灾，到时屏东的农渔产业恐惊会亲像日本福岛灾区，互市场拒绝，经济甲社会拢会全面受创。作为屏东人的我们，认为能源转型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参与，而不是透过选举或者选票就这么轻易的决定。现场团体甲在地人共同发出声明：屏东早伫2022年达成民生用电100%绿电的目标。未来嘛，应该甲再生能源相接。伊嘛呼吁中央甲地方共同推动能源转型，无应该为着回馈金，也是转备能源无够就停放。因强调核案袂使靠公投表决，呼吁全民共同守护屏东的未来。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高雄的大树区哦，有一个面积21公顷的光电案，当地民众一直在抗议，嘛认为讲是严重破坏生态。所以高雄市政府已经反映真侪介入，嘛撤销水保的许可，另外署方嘛已经废止施工的许可。也毋过环团是呼吁讲哦，毋若爱针对个案，政府嘛应该爱做全面的检讨。本来拢是树仔山坡地，互人错了了，光野野。有一个所在已经采光电棒，伫高雄大树的火山光电案场，面积21.8公顷，分2期开发。因过业者伫咧无核准的范围也大量开发，高雄市政府已经终止2期的开发。因过环保团体认为，袂当即个那检讨个案。大量的破坏山坡地的那个地景，然后在不可开发区里面直接铲平树林，它应该就是要直接取消。环团讲，特别型光电案争议真多，发电力量所破坏环境。这件案件伫咧环评会司法进程申请，超过15公顷，依然是免环评，要求能源署全面盘点设伫咧山坡地光电案，再推扫监督查核处罚退场机制法制化，经所在文的破坏环境。大面积的光电厂放置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区域，其实是非常不当、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做法。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漂绿的黑色能源而已。能源署讲，即马伫咧山坡地光电开发案有2件完工，2件一个伫咧施工。一下大树火山案，高雄市政府已经将2期开发案的水保计划停来，能源署也取消施工许可。我们的施工许可就是就那个水土保持2期的范围去做施工许可的一个修正跟废止啊。不过对已经完工的第1期，能源署讲，业者确实伫咧未当开发的范围采光电棒，已经要求因拆掉，并且裁罚150万。对这种违规的行为，是不是已经达到会当要求因退场的严重程度？能源署并无正面回应，只敢来讲，这嘛是依法裁罚，并且要求业者将无合法的光电棒拆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公民团体哦，今仔去中营海运抗议，因指控讲中营要送75个货柜的军用钢材去以色列，违反着国际人权法律。伊嘛呼吁讲，佮爱随停止运送。也毋过中营海运是强调讲，因并无违法。即刻禁运。大声发口号，希望台湾的民众注意中东加沙走廊的战火，指出当地暴力斯坦民众的伤亡，甲相关粗残的情形。公民团体车衫去中央海运外口抗议，指控中央的货船载75个货柜军用级的钢材，要送去以色列，今这个举动让战争愈袂收煞。沿着非洲南部的海岸航行，任何知情并且协助转运的企业与政府，以及不作为的国家，都有可能会沦为共犯。我觉得这个 Palestine 的问题是很重要，是人民权利的问题。美国的年轻人的以色列的感觉不太好。不少伫台湾的外籍人士拢来到欧演，因为中央海运是国际的大公司，目前以色列去予国际法庭判定是有种族灭绝嫌疑的国家，替以色列运送军事物资，都被属是违反国际人权法，呼吁要即时需停止运送。人权团体呼吁政府要制定企业人权尽职调查法，规定企业要遵守人权的规范。只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种政策是不够的，我们要再次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要赶快的订定有拘束力的企业尽职调查法。针对这点，中央海运回应讲，因的业务拢依法来进行，有遵守国际贸易甲运输的规范。因在货柜是由委托运送的人按规定来申报，公司敢若负责运送，并无参与将基本用途的决定。嘛强调讲，公司是徛伫合法经营的原则，确保营运有符合法规甲社会责任。不过，公民团体是以行动局针对中央已经下过人权的底线来表达因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目前司法院的大法官，包括政府院长，各有7个欠业。立法院按算7月25要来针对人事的动议权来投票。今仔嘛申办公听会。或者是呼吁调查，就爱赶紧让宪法法庭恢复运作。伊嘛认为讲由总统提名立法院审查的制度，双方共享权力嘛爱共同来负责。也毋过，那白是搁再强调讲，因会严格来审查，你也是望讲在野党莫搁阻挡人事案咯。立法院专业委员会初三举行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公听会，参加会议的学者专家大部分呼吁调查，互宪法法庭会当搁再运作。不过，因为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是现任高检署主任检察官，也是罕见的提名有检察官背景的人接掌司法院，将做讨论的焦点之一。如果有一天法务部的对法条的见解跟司法院院版的见解不一致的时候，他会以谁的意见为主？那这时候他会不会尊重同样是院方出身的副院长或其他大法官的人选？以后让我们的总统的提名跟立法院的同意之间可以有同步，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协调性而不是只是充斥着对抗。我在这里公开呼吁各位立法委员，不要同意赖清德所提名的人担任大法官，以免赖清德沦为一头七权合一的宪政野兽。其实，伫公听会前，7个大法官被提名人已经先拜会在野党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伫当时就强调，死刑是不可敌，要求被提名人爱有明确立场甲回答。民众党团是呼吁被提名人爱量早交回问卷，安若无会影响投票的意向，而且南北拢讲一定会严格审查。我的重点不是在乎他对于公共政策议题跟我是不是一样，我在乎的一定是他知不知道大法官该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大法官应该扮演的是宪法维护宪法规则的公正裁判角色，在关键时刻当中要对当权者说不。现在立法院在进行的大法官同意的审查，可以实质上去为现在、过去甚至未来的宪法诉讼挑选法官吗？立法院专业委员会7月7号开始，陆续审查司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人，加另外5个大法官被提名人。而公议会的刑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记者综合报道。北部昨年甲立委早起开记者会，因批评讲，政府虽然伫2022年就已经承认北部族是台湾原住民也毋过宣布要互因加入原住民族的基本法，等到是提出另外一个草案，这个草案目前嘛伫立法院伫审议。好
听的歌声，这是北部组德卡斯组的团结歌。30岁王尚义讲，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希望族人会当斗阵转来部落唱歌，团结保留文化，唔通让宝贵的基建消失去。我们没有就是实质的法律可以保障，其实对我们的文化的延续、保护的一个机制是很有影响的。北部族人表示，因的文化会渐渐消失，是因为长期以来因拢无互政府承认是原住民，因也无伫咧原住民的基本法内面，真侪保障拢无，一直到2022年大法官作出解说，认为即摆的原住民身份法违宪，爱伫3年内完成修正。行政院也伫今年9月份提出修法的草案，另外定出北部族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的草案来做处理。它是另外的一个新的体系的法律，它就跟原住民族的社会架构是有点切割的方向。但是我们平埔族群最希望就是以原住民作为我们的身份认同，去回归这个大家庭。但是行政院的做法，和北部族人感觉无公平，因感觉同款是原住民，为什么该特别设一个北部族专法？主张应该直接甲因加入去原住民族基本法，因为目前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是有保障原住民考试加分，55岁就当退休，土地保留、医疗补助等等。不过，这届的北部原住民草案，就干那针对基建文化的部分，予因保障。国家增加更多的资源的改变跟调整，去修复历史中的不正义，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对此，关明辉是表示，北部族专法草案已经进入立法院审查，后续会继续沟通协调，规划出符合北部族需要的条文，照顾每一个族群的权益。记者陈亚轩、谢桂玲台北报道。林本教育基金会最近接到2件疑校和学校外聘的教练性暴力的申诉案哦，其中有一个教练已经被判刑。照理来讲，是这世人袂当阁担任教育人员哦。也毋过，说法发现讲，各地华人的民间俱乐部做总教练，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目前教练无适任的制度，阁有真侪空胖，执行哦冇问题，应该就要检讨。他们发现其实有其他家长反映过黄教练不当行为，包含体罚、羞辱性的言语，甚至有孩子说黄教练当着孩子的面亵渎，让孩子很不舒服。家长真侪解反映学校倒球社团的教练讲话行为受超过，学校煞动作无快。人文指出，性的教练连续3次新调真侪间学校甲民间运动场管出问题，无互人续聘，一直到最后一间学校发生性侵诈，终身袂使任用。新的县政府一直毋讲是毋是普查，国教署讲新的县回应有6间学校进行229个学生囡仔普查。所有的辅导系统都必须要接住这些受害的学生以及目睹的一个学生，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要求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这边督导学校要去落实所有的辅导工作。人本国点名羽球教练李建伟，107年伫花莲学校任职，妨害性自主判决确定改聘，终身袂使担任教育人员，煞伫民间俱乐部长期担任总教练。113年甲114年，花莲县长杯教练，今年5月搁以俱乐部的名义带团去日本比赛。对这代志，花莲县教育处表示也需要了解。花莲县政府怎么一回事？这个通报没有用吗？没有执照，他可以当教练。还可以接触儿少、接触学生，带他们去比赛。在还没有修法可以去做这个不适任名单的一个公告之前呢，那现阶段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民众可以从我们的教练证照查询系统去选择这个合格教练。人本甲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张雅玲讲，中央有法规，也讲有定期追踪，按过按例持续，代表地方执行失职，无适任运动教练袂使干那为消极协会的名单除名，是爱互家长查询的时阵知影全名，而且知影无适任的原因。体育署表示，未来研究修订国体法，为法律为改明文规定，会当公布名单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笋糖会当分解有机物，所以利用笋糖来处理喷。嘉义新港乡公所最近就设头一座喷的专循环中心就饲这种笋糖来处理回收的喷。那么这回来了解，回收等的喷经过处理，电脑会配合一个单位的内容，加入乌水网的幼糖，煞来阁会饲伫受到电脑控制温度、湿度的环境。嘉义县政府伫新港乡设立县内第一座利用自动化涌式污水网来处理喷的循环中心，可以有效的这个去化我们
本乡的厨余之外，那其实希望通过这个场域的设置，希望能让这个民众多这个帮忙回收这个厨余。让这个厨余进入整个这个循环系统。乌水虻嘛有人讲是百顺糖，伊的幼糖会当处理粉，成糖了后，佫有正营养的蛋白质，除了会当摕来做养殖的饲料，佫会当加工做生质燃料。嘉义县环保局表示，希望透过这个循环中心，让原来的粉有更较好的气化方式。嘉义县的厨余有部分是标售给养猪场去做喂猪使用，那后续如果说有一些猪瘟等等之类的，可能会影响厨余的去化，所以我们才跟居留公司合作来做一个厨余北水盟处理厨余的示范区。这个循环中心目前一天会当处理1.5吨的粉。嘉义县环保局表示，未来会配合农业水产业者甲合作单位合作，加强污水网的养殖甲资源转化。按说明年要提升到1天7吨以上的处理量，互粉唔但干那是粪扫，嘛会当加做是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乌潮海洋文教基金会调查船昨伫花莲的外海发现一大阵的喙茎，这是一款真罕见的海翁的品种哦。基金会表示讲，以早发现时，拢已经是靠打死亡哦。这届是头一届哦，伫花莲外海看到活跳跳的。23只大型的鲸豚慢慢以群体方式向前，因伫海上做伙喷开，小小的又搁同齐冲入去海底。研究人员原底就是因是定看到的瓜是喙鲸，挖进了后才发现是因无伫海上看过的拢是喙鲸。在过去的资料里头，这个鲸种大概只有在搁浅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结果没想到昨天竟然一次出现了20几头，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相当的兴奋。所以这是首见嘛？对，这一次是花莲20-30年来的首见，也很有可能是台湾第一笔的目击资料。这个是伫初日透早真幸运看到的乌楼海洋文教基金会鲸豚调查船伫花莲港东南边10海里的所在所发现。上海港的业者甲渔民拢形容要拄到伊的几率是比虎鲸更较困难，所以相关的生态资料也较欠。现场辨识出它是朗氏喙鲸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透过它头部的这个白斑白色区块可以去做出辨识，以及它的这个比较长的吻端。朗氏喙鲸在野外常常会跟平鼻鲸可能会误认或混淆，但昨天我们留下来的影像画面其实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后续都已经获得了一个确认。根据海洋保育署的资料，拢是喙鲸分布伫印度甲太平洋区的热带海域，其中以西太平洋是较常看到，主要伫第6边以外的深水域来生团。乌楼海洋文教基金会表示，这届珍贵的记录整理了后会对外公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伫和平新生天桥拆除了后，目前嘛评估讲，看敢要来拆除超过40吨的鱼仔面团3型这3座天桥。新公处是表示讲会先来办地方的说明会来了解民意哦，目前是无时间表。台北市和平新生天桥拆掉，看起来加较轻。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市政会议裁示，评估敢要拆掉已经有平面交通配套，过去超过40年的鱼仔民团3型3个天桥，这个消息出来也引发民众讨论。我平常不会走，因为我觉得是拆掉比较方便走路了，因为现在这个天桥其实没有人在走了，车流量很大，有时候什么时候要刹车来不及，有时候也会撞到小朋友，所以我有天桥，觉得是为了安全啊。天桥要拆无，民众看法无共款，以3型6桥做例，除了挖建过少，加上家人路高峰的时车真多，对家人路咱要挖公福南路的机车数量真惊人。有民众认为讲过车路的秒数短，保留天桥是较安全，不过也建议应该整修后期的所在。这天桥状况其实不太好，可能需要整修一下。这个很容易被绊倒，就是你看它上面已经剥落。蒋万安指示爱好好甲民众沟通。今年市府列入评估的3个天桥，新工处讲要先无预警减少实际使用的人次。第二，地方说明会收集指标，包含新雅、民传3新人行天桥列入存废评估，将依照 SOP 流程办理地方说明会，收集地方民意，并听取在地居民的意见后，才会作为拆除天桥与否的评估依据。新工处今年并无既定拆除此3座天桥的预计施工期程。港务局强调，今年都无定出要拆掉这3个天桥按算的基程，下等待得到地方的共识了后，才会开始办理后续的作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新德市区附近的清水公园哦，有囡仔伫草坡看到长1公尺的蛇，家长就随通报相关的单位来处理。尾仔嘛发现讲，这只蛇哦是真罕见，台湾第3级保育类的乌白金蛇，马经先甲伊送去新德市的动物园咯。甲蛇轻轻啊掠起来，放入去地下内底，边仔囡仔是惊甲皮皮喘。逐工早起有袂少人来新德市区的清水公园散步运动，毋过拜三所有民众发现公园内底有一尾长1公尺的蛇，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早上一来的时候，原本就在那个位置啊，不会动。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它可能是一个玩具，就看到那个蛇在那个，就是在那边，然后卷着。我觉得可能难免吧，对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蛇的问题应该还是要处理，对，还是会担心啊。会啊，会担心。后来发现这尾蛇是台湾第3级保育类乌眉金蛇，本身无毒，嘛袂主动攻击人。活动区域是伫咧平地一直中间海拔的山区，只有也提醒民众，热天是蛇定蛇出来的季节，看地时阵免惊吓，嘛莫去掠，才袂发生危险。黑眉锦蛇是台湾特有种。公告为3级保育类，它没有毒性，可以长到2公尺长，全身黄黑色，有纵向的花纹。民众不管看到哪一种蛇，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主动靠近或捉捕，并通报相关单位处理。目前伫公园掠到这尾蛇已经送去新德动物园安置，那蛇哪会出现伫市区的公园内底？相关单位后续会搁进行调查。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来看农业部成立辅导团队哦，要协助业者来改善饲鸡的环境，让两家产业当转型。农业部表示讲，目前哦改善率敢若1成尔，所以要转型，佫需要消费者的支持。这几年来，受到气候和禽流感经济影响，佮加上巨型的两家场环境无好，对两家产业造成真大的冲击。这几年来，农业部成立辅导团队，协助业者改善饲鸡的环境，结合现代化的管理，推动两家产业的转型。它的产蛋率最高89.4%，那传统畜舍的部分是75.8%，提升了13.6%。那另外，导入智能化的环控机设。它也可以去节省它的人力，像这个4到5万的养蛋鸡的饲养规模，它只需要2个工作人员就可以轻松管理整个蛋鸡场。农业部协助业者引进水电通风、甲治冷设备，佮建立鸡屎的打扫处理系统，降低饲鸡场的臭味和病毒传染。也毋过，这个改变拢会提升饲鸡的成本，所以鸡卵就会变较贵，可能会影响消费者买的意愿，所以嘛需要消费者的支持。目前如果是水莲加动物大概10% 左右，一方面也跟市场的拉力有关系。比如说像动物福利的蛋，它会比较贵一些。那如果大家认知到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它就会一颗蛋或许多花2-3块钱或者几块钱去买这个蛋。针对农业部的政策，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表示，台湾两家产业的环境绝对是真需要转型的，上主要爱以两家的动物福利为主。鸡仔有好的生活环境，才会当带领规个产业做伙进步。记者桂宗林、林旭凯台北报道。台南农业社区哦，替毒鸡时代送餐的服务已经17档了，服务大约30个人。也毋过一个月爱12万的开销，对社区来讲是真硬到。社区嘛强调讲，因会想办法，或这项服务会当尽量搁继续做落去。蒜头黑酥新健芳，再掺布仔落去炒，边仔是大火落去煎虾排。这是台南农民社区逐工的日常场景。由理事长参社区志工，负责3日内32位弱势毒鸡时代3顿饭，款好饭菜。透早10点因开始沿路去送餐，不过这阵煞团组经费无够用，互社区咧执行上真硬斗。这时代就唔望通继续落去。足大帮助，因为阮是独居老人，啊，要吃算讲。要煮就对啦吼，要下足无方便。拢逐工拢有个吃算的
便当哦，菜色工作过。农林社区民国97年咧做田野调查，意外发现有侪毒鸡弱势时代，因家己大三顿拢流过去流，营养不足，就为社区发心总经费，一路做到单17档。虽望即阵政府有寡经费，毋过也是无够支出。李署长讲，国不其中，只好甲共产减一工，到时若无法度菜色嘛影响到。加代即阵歇热有寡学生来实习斗3工。看到蛮多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生活，然后偶尔可能会有看护帮忙，所以如果一个人生活比较难做菜的话，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当然撑不下，可能就只有结束，或是本来是比较丰盛的餐点，会变成炒米猪糜，尽量来维持到社区真的完全撑不下去。过去农林社区除了靠各界的爱心捐款，伊嘛靠社区卖杀的鱼酥、办导览来探寡经费。社区指出，近来捐款减少，加上物价逐项起送餐费用嘛提悬，逐个月加起来上少爱开12班。因讲这项服务会继续坚持到无多做为止。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感情真侪档拢是全国10大死因的头名。国家卫生研究院甲清华大学开发一款新药啊，未来有机会互已经产生抗药性的3阴性鳞癌的患者有新药通用。3阴性鳞癌常看作是鳞癌内底上介恶治疗的，因为无法度接受目前标靶治疗，敢若会当靠传统化疗的药啊，亲像紫杉醇等等。不过，也是会有40%以上的患者会患苦，嘛因为后续产生侪抗药性，致使患者会面临无药通医的情形。国卫院甲清华大学做伙开发驱动2倍 KEEP2C 标靶的新药啊，互患者有一个新的希望。被紫杉醇破坏的维管，因为 KEEP2C 过量表达，它就被校正回归，所以细胞就是即使有紫杉醇存在之下，它还是可以正常的分裂。所以本来在正常细胞是一个好的分子的纠察队长。在肿瘤细胞而言，反而我们不希望它工作得太好。王慧珍教授表示 ，KEEP2C 在细胞分裂当中扮演纠察队的角色，是会当克服化疗抗药性关键的因子，嘛会当加强化疗药的效果。未来唔会当用来治疗3阴性鳞癌，嘛会当扩大到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甲子宫头癌。目前正在做临床进行的试验。进到临床试验的话，如果到真正能够上手啊，一般大概差不多要在5年的时间了。大概我想应该差不多1年的时间，再补齐这个 GLP 的实验室，GLP 的实验，我们大概就可以顺利来进入临床实验。学者表示，3阴性鳞癌发生的年岁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化疗了后患苦的几率嘛大，患者对化疗药嘛愈来愈有抗药性。真需要有针对抗药性的标靶新药啊！这项技术已经有申请台湾甲美国的发明专利，希望会当予已经做过标准治疗，所以一直患苦的患者会当有一个新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拍远20多档的中华县定古迹宝岛的运动戏院最近公所已经把私人的股份拢买回来了，开始要来推动征收活化的计划。规台边仔大海报是戏院当初时播送的最后一出电影。中华宝岛镇的运动戏院拍远20多档，中心行一摆戏院内底1楼卖票入口，演员休息室物件也阁维持原样。尤其2楼这2台电影播送机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历史。放映机是伫咱民国45年开演的时阵，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么应该算是高档级的迄个国宝级的文物咱若建筑物维修了咱会想办法来甲这2只迄个放映机来甲伊维修恢复伊原来的迄个风化。1956年起做运动戏院是公家甲民间合作经营，当初时毋若播送电影，嘛有布袋戏歌舞团才会巡演。戏院伫2016年登录做历史建筑，镇公所去年甲运动戏院民营的产权拢买回来，目前正在向文化部申请修复补助经费，必拼明年动工。所有的迄个民营的产权拢已甲伊买倒转来，建筑物甲土地的产权拢已经属于宝岛镇公所。所以咱即马才有迄个统一的权责来甲伊处理安尼。伊伫咧宝岛的市中心，即个后方是要变做文化连接的中心。戏院内底的即个舞台变做像古早的迄个运用，毋是安尼，是爱有互人看到历史的深度啦。
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远东戏院过去是宝岛大家族的花园，有些私人的蚵仔是培育地方人才重要的基地。未来重新开放戏院，嘛期待当加入地方文书的小界，让众人了解这块土地历史。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下晡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